方面嚟講，對於即係嗰個經濟多元，特別係即係依託住即係我哋澳門係世界文化遺產啦，同埋有相當多嘅一啲歷史文化嘅元素，兩者相結合嘅情況底下呢，就係即係我自己會睇到係即係相對比較容易係讓經濟多元係即係行得比較即係快一啲同埋容易一啲，咁所以就係話點樣去吸引更多嘅國際客源呢一方面，即係喺經濟事務範疇上係咪有一個即係將來有一個更加重嘅一個嗰個發展呢？咁我相信係一個可能係令到我哋即係點樣邁向更多元嘅經濟一個相當重要嘅一個環節。咁我正如頭先都有介紹到啦，其實吳慧嫻都喺勞工局嗰邊係做過啦，亦都係行政公職局，之後都去咗博監局，其實都係跨咗3個司去工作嘅。咁未來啦，翻去做經濟財政司司長啦，咁佢過去嘅一啲經驗點樣協助佢去開展即係嚟緊嘅一啲工作內容呢？都歡迎聽眾打上嚟同我哋一齊交流。我哋播一報時再聽下位聽眾嘅來電。逢星期三來領星日買指定新鮮類享9折優惠，星貨即上節。來超市提你，而家嘅時間係朝早9點17分。市政署話你知，如喺建議期限內未有改善冷氣機滴水問題，會被罰款600蚊。依家天氣係現時室外氣溫係攝氏29度，相對濕度係88%。係，咁我哋就接聽下位聽眾先啦，係蘇生嘅電話。早晨。係，早安，教授，蘇生，好榮幸啊！就3年嘅央積金，4年嘅消費卡呢，咁盡快發還啦。而家你聽你啱講話委任個女性啊，咁好啲嘅，冇咁殘忍嘅，嗱聲發啦啊！咁紀律部隊啊，全澳公務員咧，阿黃司長應該就快提案上去立法會，我感覺係嘛？咁嗱，就我翻去公職人員協會啦，又嘈啦，葡國嗰啲信，我哋葡國退休嗰啲信好緊要，嗰啲郵政局應該請埋啲大陸。請埋啲新移民啊！佢未派過信啊！大陸已經好多年唔派信，嗱亂咁抌，咁我哋點去出糧啊？點去報到啊？去葡國領事館，呢啲係咪有心㗎？我唔知邊個做思想嘅控制嗰度。我之前已經講咗一次嘅，還有啲家庭都係喎，有啲家庭好緊要嗰啲信。亂咁劈，揾翻啲本地人啦，澳門土生土長嗰啲咧，橫掂佢哋都好陰功，冇嘢做。你叫啲大學生去派信，佢都制，起碼有份政府工啦，啱唔啱啊？又講到阿教授講橫琴，我提意見，我日日都要過去橫琴嘅，去南方工業大廈中心。我成日去聽講座嘅，阿黃德來教授咧，澳門係得佢一個去推行橫琴一個發展計劃啫，又關懷啲年青人，不論國內港澳都引導佢點樣去向上學習，係嘛？能夠第日喺社會出嚟咧，有份幫國家、幫澳門，能夠做到好啲，啲人才嚟㗎嘛。所以咧，阿特首真係好，佢講得出嗰句説話真係好。你哋啲資產階級，早輪叫咗你哋上去投資啊，一個都冇，攬住啲錢做咩？人哋始終都要死嘅，係嘛？
係啦，時間都差唔多啦，夠3分鐘，多謝蘇生嘅電話。係唔該不過頭先蘇生提到郵電局嘅工作呢。